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月初5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昨暗暝暗5点外，一只马绍尔级的火船，本地是航行伫咧鹅銮鼻的外海，说是熊熊的火烧。这船顶有21个船员，迄当阵的风影是真大，海巡署甲国搜中心接到通报，就赶紧去救人，甲4位受伤的船员送去小港病院治疗。发生火烧船的船只，就是这只马绍尔群岛籍的货轮潘诺亚号，初时下晡为新加坡港出发，下晡5点外，海巡署接到国搜中心甲基隆海花电台通报，这只货轮伫鹅銮鼻西南边23海里的所在，用无线电发出有险信号，船顶机舱着火。载赴菲律宾籍18人，罗马尼亚1人，希腊籍2人，总共21个船员等待救援。海巡署马上成立紧急应变中心，调派安平舰、高雄舰总共5只舰艇救援，佮通报国搜中心、空勤总队，也佮国防部派出救机。迄时阵有4个船员受伤，正需要送去治疗。不过海象真歹。上千到位的安平舰2船现场伤过大，无法度转接，但国防部搜救机到现场将受伤船员吊挂等小港机场送去，其他17个船员暂时留伫船顶，由海巡舰艇解护。船主已经联络拖船，会拖回高雄港维修。受伤的船员其中50几岁罗马尼亚籍的船员，因为双手掌2度烫伤，不过伊意识清楚，继续留医治疗。其他3受伤的船员因为伤势较轻，互船公司安置。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来看联合报。美国新一届国会1月初3开议，众议院随选议长。本地议长共和党强生，第一轮是无摕到过半的票数。总统当选人 Trump 是赶紧打电话予走票的共和党议员。落尾强生是赢对手3票，搁再当选议长。也若是众议院头一轮的表决，嘛有通过真侪议案，当中嘛包含要赶紧解决台美双重扣税问题。接落来看中国时报，经济部开219亿伫咧南投草屯打造鸟喙弹人工湖，昨日初四是举办完工典礼。未来逐工是会当供应彰化、南投草屯，也阁有25万吨的用水。而且嘛会当化解抽地下水，造成彰化分离，也阁有高铁站这地站一直陷落问题。上尾来看自由时报，教育部是按算要加强管理中小学生用手机啊，目前是规定伫咧学校爱关机，这阵修法是搁再增加手机啊由学校也是班级来统一保管，预计是今年2月就完成修正草案。老师甲家长团体多数拢是支持的，不过这高中生是有9成无赞成，高中生是一半一半。顶个月2日，有一个姓黄的负责人是伫咧网络顶加入登山团去爬南一段山路，不过伫咧30迄天，这个女性山哪像出现高山症，就家己一个人踮伫咧营地等待救援。昨这直升机救到人，该送落山送病院。专家就提醒讲，这款伫咧网络顶招的登山团，大家无清楚对方的能力，安尼真危险。搜救人员伫山哪内找找等待救助的人，51岁姓黄的女子，甲7名登山客，顶个月2日出发爬南一段，也毋过伊第2天开始体力衰退，亲像出现高山症，甲团员协商了后，1月初1家己留伫山车营地等待救援。他是躲在他的帐篷里面做休息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很冷。那他就是咳嗽，然后他走路会没有力气。直升机透着强风慢慢啊挖近，真歹天气，互搜救人员行伫要2天才找到人。姓黄女子无法度行路，初时透早由空勤直升机协助后送。同行有人在接下来的3、4天里面是有帮助他，比如说帮他分担他的包包啊，然后给他吃一些紧急的药物。姓黄女子送医了后，无大概因为事故捌团讲，伊互团员放分照，伊赶紧透过搜救人员澄清，不过因为伊是透过网络加入自助登山团，未少山友也提起网络招谈风险。
网络自主传它的风险在于你不知道你跟到的是什么人，对方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在你发生事情的时候会不会照顾你也不知道。对，这个风险毫无疑问是太大了。除了找熟悉人结伴，也是参加有口碑的小型商业团，专家也建议新手也是资历较浅的人，一定要确认体力能力敢是甲团员差不多。若无体力无好，也是一旦身体出状况，都可能行袂完，也是对未着，增加自身的风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顶个月25，台北市下年暗暉咧大舞台时阵，受工人对应架摔断死亡。虽然劳检处迄天是有要求停工，不过过2天，伫咧27下晡就同意复工。这议员就质疑讲，这是为着要赶工程的进度，安尼老错复工。打出对舞台一类第一的相片，担任台北跨年晚会主持人的艺人露露黄露主因，伫面册写对无明英雄致意。去年12月25，台北市跨年晚会主舞台搭建工程，发生一个工人嘛是甲团主唱的36岁查甫人，为15公尺悬的铁架落来，送医抢救救无回来。台北市长周万安初时表示，厂商有疏失，会对救责任到底。感到非常遗憾，而且一定会究责到底。劳动局初步回报。厂商确有疏失，第一时间我也要求启动关怀机制，同时隔天他们就到中立去问问家属，并提供慰问金。25发生事故，虽然北市劳检处迄天就以部分停工处分，不过27下晡就同意复工。民测专业雅思实验答问这个重大工安事故，会当伫24点钟内完成劳检申请复工，搁核准时间。不过相关部门煞甲家属讲，劳检报告爱30天，劳检处赶紧搁再说明。已召开复工审查会议、书面审查及现场查核等3阶段最严格标准审定之，确保施工环境、工作者安全无虞，实准复工。赶着要跨年啊，不要让那个市政府丢脸啊，所以就马上就草草的就让它复工了。一个生命就这样子消失了，不是说你市长出来讲一下，我们一定会究责。那究责救了10天呢？那责还在哪里？劳检处初步认定，事故发生迄当时，雇主无确实使劳工绑安全带，会依法追究厂商的责任。嘛已经加紧下步写重大职灾报告书。可惜话是讲，后礼拜3相关单位会召开重大灾害检讨会议，查清楚状况甲责任，嘛会注意调查进度。毋若讲爱护家属真相，也希望未来莫阁发生类似的不幸事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南韩的公调处初3要立南韩的总统尹锡悦所受到阻挡。这调查处的发文予代理总统崔尚博，要求这总统的警卫处是袂当阻挡因俩人。另外，虽然昨这南韩是敢若零下1度，不过伫咧总统官舍外口，依然是有真侪支持尹锡悦的民众。占伫咧首尔汉南洞总统官舍大车路靠下大批的尹锡悦支持者，随时即天天气摄氏零下1度，不过大家拢精神正好，伫咧花口号，会着标语甲旗仔，一寡政治立场倾向保守派的民众，手内举的旗仔除了韩国的太极旗以外，也有美国的青条旗，甲用英文写的停止撤资的标语。这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川普选输了，支持者即个选举结果时阵发的口号。 트럼프 대통령이 윤석열 대통령에게 힘을 실어줄 것 같고, 내가 믿고, 그다음에 탄핵이 이게 옳지 않다, 위법이다라는 것을 좀 더 힘을 실어줄 것 같습니다. 그래서 탄핵 무효가 될 거라고 믿고 있습니다. 韩国的英文报纸《韩国先驱报》初3一篇标题是：为什么尹锡悦支持者的美国国旗的报道，特别解释南韩保守派特色。 青条旗对来讲是反共的象征，也是美韩两国安全伙伴同盟的代表。同款情形也捌出现伫咧2016年甲2017年反对朴槿惠总统被弹劾的街头示威活动。因所传送的信息是坚定的保守派立场，亲美国的方向，一个彻底反对国内任何左倾或者是亲北的势力。 另外，南韩公调处替发起签发的逮捕令，要去总统的官舍执行任务无成功了。初3是转向代理总统崔相木发送公文，要求代理总统下令总统警卫处卖阻挡拘捕任务。崔相木伫咧几工前无顾着执政党的反对，任命2位宪法法院的法官来满足国会在野党的部分诉求了。 引起执政党强烈的批评，总统办公室的高级幕僚甚至是全体请辞。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
德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初三是去叙利亚，和这推翻阿塞德政权的解放组织领导人谢拉会谈。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就表示，若是两国要建立新关系，条件就是叙利亚爱成做一个包容多元种族、性别也有宗教背景的国家。不过，当场谢拉就只和另外一位外交部长法国的巴罗握手，跳过贝尔伯克，这项行为就引起争议。阿塞德政权倒台了后，贝尔伯克甲巴罗是头一批到大马士革访问的欧盟官员，两个人初三做伙甲沙姆解放组织领导人谢拉会晤。这个叙利亚新政府实际统治者亲身迎接两个人来访，不过伊敢甲法国外长巴罗行握手礼，对德国女外长贝尔伯克是点头致意，引起媒体质疑有无尊重嫌疑。对这代志，贝尔伯克表示，伊早就有心理准备。Und vor allen Dingen haben wir beide sehr, sehr klar und deutlich gemacht, dass die Frage von Frauenrechten eben nicht nur eine Frage ist, die Frauenrechte betrifft, sondern Frauenrechte sind, das kann man hier in einem der Nachbarländer mehr als deutlich sehen, ein Gradmesser dafür, wie frei. 沙姆解放组织甲犯下911恐怖攻击的宾拉登盖达组织是共源头，到即嘛也名列欧盟美国的恐怖组织名单中。不过，美国国务院顶个月取消对谢拉1000万美金的緝捕赏金，表示会观察沙姆解放组织是不是有打击恐怖主义、加推动包容性统治的意愿。贝尔伯克互人问到欧盟取消对叙利亚的长期制裁可能性，伊表示，这都要看所来政治进程安怎发展，并强调欧盟愿意支持叙利亚的政治过渡期，不过未是新伊斯兰分子结构的赞助者。双边新关系建立的前提是，叙利亚必须变做一个包容多元种族、性别、宗教背景的国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出名的作家琼瑶行街路过身，这现场的议题又可引起讨论。咱台湾推动病人自主权立法是已经满6周年，各类民众是会当提早决定家己的医疗方式。不过到当是敢若9.3万人完成健保注记，这签署的人口是无到成年人的1%。台湾今年政治超高龄社会，平均5个人都有一个人是65岁以上的长者。随着时代改变，生死未阁是近期的话题。咱国伫2019年施行病人自主权利法，也是亚洲第一部保障病人自主权利的法律。适用对象包括末期病人、未当极再分娩、永久失务人、极重度失智，甲其他经过卫福部公告的重症，会当透过有入医疗决定拒绝使用人工也是机器维持生命，让病人有尊严善终的权利。到今已经有9.3万多人完成签署。长辈他们的心愿，不管是安宁，不管是生活照顾，不管是他们有没有大爱想要在最后贡献他们的身体我觉得这些都很值得来讨论。也毋过，民间团体要批评，那以全台2300多人人口来掠算，完成有入医疗决定书的比率无到1%。因为以病主法规定，要有入医疗决定，要先接受有入医疗照护咨询，也毋过咨询是自费，每一摆大约3000块左右，可能就是造成签署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有很多的 approach 的方法。然后到底哪一个是最好？会不会最后我们需要做一些法制这边的调整？其实我们也都是在边看现在的一些推动的结果来做调整。卫福部强调，去年7月起，65岁以上重大伤病，阁是安宁受案的条件，轻度失智等4类对象，有入医疗照护咨询已经纳入健保给付，每一人将新补助100，有估大约有6万人受益。今年目标是希望阁增加2万至25000人签署有入医疗决定，让更较侪人会当决定家己生命末期的做法，也会当捐赠器官给需要的病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婚礼有地方农会是公布今年年尾奖金平均是10.4个月，是破历史纪录。这初三就有员工领到正100万的年尾奖金。农会就表示，这几年因经营家己的品牌，用低影音来行销，和生意是加真好。而且嘛，望透过这奖金，会当让员工提升服务品质。农会员工愈加金铺啊！看到年终奖金日效，超过真欢喜。第农会服务奖金40年的林先生，伊就领奖金100万奖金。伊就讲，这是第农会工课生涯中领上侪年终奖金的一届。六位数，
将近7位数了啊！最近这2年又成长的突飞猛进的，最近这2年。这是你第几次的年终？第3次的年终。这次领多少？这次哦，6位数。6位数。这场农会表示，农会员工大约50人，今年有2个人年终奖金超过100万，至年资上资深1年的年终奖金毛40万，平均年终奖金10.4个月。创下2年新高，主要就是透过绩效指标经营，以注重品牌、领导低影行销，提高销售效益。各个方面拍短影音，我们做团购、做社团，我觉得一起把所有同事的士气带上来之外，我们也带来了高额的年终奖金，10.4个月，不是梦。我告诉我们同事，双薪更不是梦。这场农会就讲，过去农民上烦恼的。就是农产品销售通路少，但这几年农会积极转型，好在地农产品热销，农民的收益自然增加。再加上以观奖金制度经营，和农会当年服务提升，绩效变悬，要服务农民成为良性的循环。公司新闻王雄国报道。高雄古迹赤坎楼海神庙，即阵是正在修复。台南市的文化局就专工邀请艺术家，是一个铁片围了顶头画24百小风神的故事图样。初时阁邀请台语导览，请这布袋戏团来小解府城的信仰文化。今日文昌阁入口有一把开心牙令，台语食饱杯，甲游客拍照好。边仔又有小连续24百图，来讲一段府城宫庙新民军身大乱斗的故事。详细看这把画甲真旧路的图，拢是画伫当咧修复的赤坎楼海神庙的铁片顶面。这是艺术家蔡威廉的创作，用作家靠边顶写的小红绳来做题材，甲故事内容转特多项。作品创作是我觉得就是延续徐冰老师的概念。他把一些好像我们生活周遭很常看到这些神明的图像，然后我们把它融入在故事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些故事里面当中有这些趣味。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拜神，但是其实并不太知道说里面的神明他发生的一些事情。虽然这阵工程也未完工，不过文化局专工申办专台语导览，而且苏俊英将中办公剧团结合布袋戏，让民众先来体验霸淡古迹的新风貌。邀请艺术家们来在这些施工围里以及防尘网上进行艺术创作。那这些艺术创作呢，表达了我们台南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一来，互大家来趣味好笑；，搁再来，互咱大家体会讲，较早的人伫咧面对信仰、面对文化，伊用什么款的态度去甲表现。台北图阁有台语讲解 QR code， 互乡亲一概听有够开。漫画来看到，一个哈哈大笑，到尾啊就讲，咱倒转来，回心转咱个来认真啊思考，咱对咱人甲神明之间的看法。这回赤坎楼让30档才阁征收，主要因为长期使用，甲环境气候的影响，地势建筑有寡酸长。文化局讲，未来民众来遮通看到17世纪到当的历史文化，嘛通进一步来认识府城的文化。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长期帮助慰安妇阿嬷的妇女救援基金会，即阵是当咧因的阿嬷到博物馆，展出过去即个阿嬷接受艺术心理治疗作品。透过多样的艺术作品，让民众会当用多元的角度了解阿嬷过去。红色蜡笔画的心，若像花的烧，搁写心中一把火。这是2004年的时，有慰安妇过去的满怀阿嬷伫妇女救援基金会工作坊的作品。妇援会为1996年开始举办工作坊，透过艺术心理治疗这款方式，帮助慰安妇阿嬷安大无好的情绪。即马工作坊收集的作品，等咧妇援会的阿嬷到人权博物馆展出。希望可以赋能，就是借由让他们在创作啊，还有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呢，意识到说，自己其实是有能力的，还有他们的决定也是很重要的。那让自己了解到说，他们可以照顾好自己。那我们同时也会传递一些概念，就是说要可能照顾自己的身心啊。博物馆表示，通常民众对慰安妇议题的想象，拢是艰苦、黑暗这寡负面的感受。博物馆希望透过这寡阿嬷的作品，看到一般人想象之外阿嬷的无同面向，
以多元角度识在这群人。这个词我第一次见到是在我的我高中的历史课，那时候看基本上都是为了考试。帮这些阿嬷发声或倡议的时候，会觉得说，他们只是受害者，他们就是唯一代表是我们文化或国族受害的一个象征。可是其实并不是这样子，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生命经验，那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想要跟我们分享，只是可能往往没有这个机会。扶安会长期帮助慰安妇阿嬷争取权益，虽然因服务的上尾一个阿嬷已经伫2023年过往，基金会也是当咧透过展览推动慰安妇议题深入扩讲，政策倡议这款方式继续让大众熟悉这段历史。记者林旭凯台北报道。第73届全国学生美术比赛，今年大约有5万件作品参加，8700多件进入决赛，落尾是103件摕到特优总颁奖。这得奖的作品主题是真多元，亲像照镜画、诈骗，也是政府无情落实。闪烁的光线为窗仔门照入去黑暗的机舱内底，外口红记记的火甲机舱内真恬静的空气形成强烈的对比。劳动高中林国芬另外运用破板雕刻笔，创作集中降落干布节，呈现诈骗甲新闻的感触。这边都是手机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有家人也是因为手机简讯的关系，确认码之后就被受骗，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网络发达很好，但是发达的网络也会造成很多伤害。亲人朋友捌互诈骗影响，新闻嘛一直直报，这是国芬的创作灵感。另外一个高中生郑文颖，伊是对俄乌战争的残酷真感慨，用水墨画创作废墟中的希望之灯。即使战争这个样子，这个警语就比较像是一个希望的感觉，就是人民的希望，就是还是一定都会在，它不会消失。因为少子化造成的孤单 ，AI 新时代也是环境变化。评审表示，103件特优作品，会当为差不多5万件作品选出来，伊的形式、风格也是题材，拢有真特别的所在。其实也蛮不可思议，就觉得说自己终于拿到全国第一，这种感觉就是有点像梦一样。我很谢谢老师教我创作，让我对艺术更有兴趣。去年有得奖高中生为行人抵用条款引起争议甲关心，不过今年103件得奖作品甲交通安全相关的真少。评审嘛讲，学生作品回应社会的动态，嘛代表疫情了后创作持续而且真多元。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北平低气压甲风面的影响，北部是有局部地震雨，东北部甲中南部的山区嘛略略落雨。也若是温度方面，各地早暗的低温是14至17度。也若是讲这明仔载就有新一波的大陆冷气团落南，各地天气就转做大冷。咱就回来看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4度到21度。中部地区14度到21度，南部地区14度到25度，东部地区15度到23度，外岛地区12度到18度。再回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平安顺心，再会。